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1月11号是啥物日子？是通好你买物件的日子吗？毋是，这个日子即马叫做定国基。这是民众党要发起的一个抗议司法不公的这个行动。伊讲，敢是放人公平，压人无公平？毋是，是搁再压人法官的心理，所以是检察官无公平吗？我是听甲头壳是玲珑西。我今日拜托4位专家，甲咱讲详细。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职业律师林宏文。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退休教授杨泰顺。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谢浩志。大家好，大家安。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针对着郭文铁牵涉到金华城的弊案，民众党团公布了民调，指出超过40%的民众认为检方无遵守侦查不公开。另外，民众党代理主席吴国昌来指出，前大堂董事长吴乃仁欠国家钱拢无还，搁去高级的餐厅甲北检的检察官食饭。法务部长陈明谦已经表示启动了调查。当这么高比例的人民认为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已经遭到践踏的时候，台北地检署跟法务部目前昏睡一片。民众党伫党团开记者会，公布委托民调公司伫1月初3、初4进行原体案件调查结果。民调显示，认为检方调查各项有遵守侦查无公开原则的差不多是30%，有42.8%人认为无遵守。台北地检署在9月9日已经有分案来做一个调查，那我们也责请台高检在9月9号也做行政调查，目前都在调查侦办中。司法的公信力，在1月11号司法节的前夕，已经被民主进步党赖清德政府打趴在地上了。黄国昌也阁压出前大堂当做吴乃仁，嘛因为牵涉大堂卖地案件，去年12月底出现伫台北中山北路一间餐厅，其中有台北地检署市平固定检察官在场。法务部表示，已经在进行行政调查。检察官到底有没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餐会啊？这样合乎公务廉政律规范，我想这个就是完全按照我们那个伦理规范的规定。里面是吴乃仁，他也得罪不起啊！讲话软趴趴的一个法务部部长，这时候该说什么啊？违反检察官伦理守则的，一律送评鉴、送弹劾，永不录用。透过行政调查，那就好好查一查。那如果没有任何的不法，没有任何的关联，然后就这样胡乱的指涉。那黄国昌，你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言论责任呢？民进党伫会呼吁尊重司法调查，唔通看一影生一个囝。大堂表示，买地案件已经是追讨3900多万，吴乃仁个人是追讨700多万。目前也依照强制执行法，重新申请调查吴乃仁等4个人财产的状况，方便追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他看到这个新闻大内面吼，1月11号。唔是什么购物节，就是司法节。这是头前我无讲，因为呢，可能一般观众朋友也无了解讲这是司法节，除非是像林律师、恁这法律人才会知影讲这司法节。这头一项，第二个是我所不理解的，就是讲，即马伊抗议的对象是啥？是抗议司法不公，司法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还是讲一个实体，就是讲检调甲法院，恁拢无公平，还是无？你是检察官无公平，还是法院无公平？因为法院其实嘛有甲你放啊，这第二个、第三个，我看伊的批信内面，你看，伊写
赖清德总统为了去巩固着权力核心，顺我者上，逆我者亡。意思就是讲，赖总统指挥着检调甲法院，这拢伊会当主事。我要问律师，你认为这讲的对还是唔对？虽然咱看这个民调，有40%几个人认为讲，这个司法无公平。咱小等还佫有其他3位，先和律师讲。我是有一个司法要公平、公正，一个上首要是啥？政治啊，唔好去告相当的干预，有这个司法有一个公正监督，以伊的证据来做处分、调查，甚至做审判。律师，整个过程你认为咧？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真侪会去嫌疑讲，侦查中是不公开的代志。比如安尼讲，在这个侦查中这4个月，有不断的媒体去曝光，敢若讲这个个案的犯罪事实是啥？后壁甲这个检察官所起诉这个内底事实，敢若有真大的重复，还是讲雷同的所在？所以有人有去嫌疑讲，为什么你咧审查中的物件，媒体拢知影，媒体报的？我甲你起诉物件是共款，所以真侪人去嫌疑讲这有违反侦查不公开的一个内容，当然这是嫌疑。但是讲这个物件，当然法务部你要足积极的去调查，到底是有故意，还是有过失讲有人这个消息放出来。但是讲咱即马讲所有的伊这定科技的诉求，敢若是讲咱这个执政党也好，还是讲赖总统爱起来做负责，我认为讲。这个诉求本身，这嘛是一个政治的诉求。安怎讲呢？除非讲你有做一个明确的证据，讲有一个无形的手参与这个检察系统，参与这个司法界，无你甲讲用一个看白讲，我以一个想法讲，只要我想了到无共款的路人去介入，我认为讲这嘛是一个政治介入司法的一个做法。我认为这拢是无妥当。司法归司法，政治还政治。司法界当你在个案要安怎去呈现你的正义、你的清白，这有司法的手段，在政治有，咱应该是讲规个制度，倒位这个司法制度有改进的所在，咱做改进。咪是讲，咱敢若讲用一个政治的诉求来要求个案的一个清白，我认为讲这诉求，这并不是真合理的一个诉求。律师你认为这无合理？那老师你认为咧？咱用这个客观的这个条件客观的环境来看这个民众党伊即摆目前这个情势伊非常的需要一个群众运动啦。因为伊拄仔在换一个新的领导人嘛，像咱这新的领导人都爱证明讲，我有能力来领导这个党啊，所以伊都爱找一个题目，无管啥物题目，收空收芳，一定要做一个题，看有法度。老师讲啊，真明白的。所以开始起来呢，一定要试家己的能力，有法度耗掉这个。比如民众党的这支持者，行到街头顶头来证明伊做这领袖的这个合法性嘛。伊嘛是讲，所以有人在讲嘛，讲1月11日这动员若无成功，可能黄国昌伊做袂落去啦。表示讲大家都不服嘛，大家都感觉你这问题嘛。可汗大点兵的意思。是啊，这一定是安尼，就敢若一般郑世宏死的时阵，对无？咱伊赵高做这都实权的这个掌握者那伊就带一辆鹿去这个朝廷顶头，讲这是马啊鹿，结果若讲迄是马，大家拢，所以这毋是合理无合理的问题啦，毋是讲合法无合法的问题。我问对。所以我一较无合法，今仔个有遐侪人要行来迄个街头，表示讲大家对我的这个领导。有信心，服从我的领导，所以伊需要这个运动来试探伊的这个领导力啦，所以第二点呢，咱的政府，咱的这司法界嘛太无小心的，你今仔处理的是一个政治案件呢，一个政治人物啦，唔讲真的，一个政治人物啦。你说你处理一个政治人物的这个事件，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啊！你莫去人都咧收空收芳，要找一寡迄落话题来做啊！你家己比如讲，你这侦查完已经起诉啊，4个月甲你羁啊，你想哪要搁继续羁啊？你要起诉啊嘛，剩的就是法院去判断的问题嘛，你安尼互人一个理由啊，
如果你这有影，老师，小等咱咧过来专门咧来看讲，伊这理由有理由也无理由，哦。但是老师他所讲就是讲，这明确就是，黄大主席要来点兵，要问你这只是马还是鹿？无唔对，所以这有理由无理由无关啊，不要紧，不要紧。安尼，蔡老师，这只是马还是鹿？其实吼，伊咧讲司法代志，那像迄个温主讲啉烧酒啊，看袂出来到底这司法有迫害着啥物啊？因为这压入去，这是文主讲无得靠是歌较好啊。无，这意思就是讲哦，伊是咧保全这个庭事啊，吼，啊，就算甲去法院的时阵，法官认为讲，事实上因拢伫外口咧斗口经的时阵，这当然嘛爱甲压起来啊。压起来毋是代表伊有罪，是要互伊袂使去交外口的人伫遐斗空，吼，伫遐大家咧串谋。啊，而且伊讲司法不公，台湾的司法有1审、2审、3审，有经1、经2、经3，拢总有8年。啊，你讲有一个法官对伊不利，好，啊，佫有遐济啊，吼，比外国的法官有可能一审就结束啊，吼，啊，伊茫是讲过去迄个时代讲吼，拢会包青天，哦，大人我是冤枉的。但是你有事实的明确的证据呢，已经起诉啊，吼啊，遮济条哦，毋是讲哦，今仔干那一条，啊，你感觉迄个你有疑问？毋是啊，伊几6条呢？伊内底有4、5条呢。老师，你若要来直接讨论，咱就来看吼，而且真侪理由啦。你讲吼，你有互相勾传，就是头老师讲。第二，你想要吼，搿些证据拢啊散除，吼，你有可能湮灭证据，小咱律师的人补充吼，啊，过来。恁有咧哦串谋，讲哦强势决，哦想要咱大家哦统一口径，吼。第4个，你哦顶头明明有这精华orange 出国，你有想要吼甲通知这个干嘛，叫伊来出境，所以你这哦爱压落。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啊这本队起诉书。都毋是讲后来才写的，本队就伫遐，安那一摆卖，一摆卖，一摆卖，一摆卖。一摆卖安怎？你讲一摆互伊放，啊一摆个。当然，迄有可能法官审查的时阵无共款的理由啦，吼。但是伊迄个感啊，甲讲我这orange这是啥？啊，就家己意思要甲凹就对啊，目睭雾啊，吼，把咱看做脸雾啊。啊，但是事实上是，伊就是要指示这个。伫身边即个助理，要叫伊紧走去外国嘛，吼！啊，你继续伫外口咧游行，1月10日，真正是食红旗配烧酒啊！啥物意思？因为你安尼会互法官足大压力嘛，因为法官因就是独立审判的。啊，你搁伫遐游行，无毋对，你为着你的政治，你伫遐游行啊！我是讲，安尼哪会对？你是要逼我安怎拍较轻的，还是安怎？吼，因为因拢是因的风火岛啦，吼！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尽量即点人咧煮的时阵，你着好好，啊无你若遮敖讲，你着去来伫法庭内底讲嘛。你毋是你无咧做律师，无要紧，你伫边仔甲迄个地律师甲讲哦，看要安怎辩，恁去辩嘛。毋是伫外口伫遐发甲足大声，结果法官嘛无可能听讲哦，恁讲的是法律理由哦，毋是嘛？律师伫遮伊着知足清楚的。你遮厉害，你着入去内底嘛，吼。啊，如果讲吼白的案件，民进党安怎，迄交即件都无关系啦。法律上就是安尼，不法袂当主张平等啦。啥物意思？就是讲，哎哟，你警察你哪掠着我？啊遐一个放弃啊咧，你若无爱去掠迄个，你不法的违反这个法律啦。你莫搁伫遐牵拖讲别人嘛是安尼啦。交5人迄个案件一点仔都无关系，就算伊有去交检察官食饭，啊是搁安怎？交即件案件无关系，就算伊有去，啊是毋即件案件就当放嘛袂啊？吼，所以这从头到尾，莫伫遐乌龙蛇道啊！吼，拜托你啊！你来遮甲我讲，你就直接，你去法庭讲。哦，来，或是你认为咧，这伊这个抗议。一如杨老师所讲的，这就唔是，这就是点名尔。我是要试讲，这只是马还是鹿？看你安怎讲，还是讲无？伊是真正，因为咧反对讲，吼，你的北院的甲羁押，但是伊佫讲，伊唔是针对着法官呢，伊讲是法官哦，心真忝啦，吼，伊是针对着检察官，敢是有这种道理？对民众党来讲，一定是讲这是政治办案啦，一定是安尼嘛，吼啊无，即个民众党因为柯文哲而生，因为柯文哲而死，所以这个代志我也袂当讲是柯文哲有问题嘛，一定讲这是政治嘛，吼，这是一定的啦，吼啊拄啊杨老师讲，伊拄啊
一度啊接这东主线的，所以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来凝聚内部，这也是事实。好，要唔过我头来讲啊，你检察官办来嘛是办个哩哩啦啦啊，对不？你讲对我看这个民调，虽然是民众党公布的民调有机构效应，要唔过对你不满的民嘛是惊关啊惊死人呢，对不？啊，夏中庭都出来讲你证据薄弱，未来一定争议迭起，对不？啊，我看到的是讲，你周刊不断的报道，这嘛是事实啊。对，好字，你以你吼，咱拢走过新闻吼，以你的这个走新闻的经验来判断讲，安那有通安尼，逐礼拜都敢若连续剧安尼咧连载。不是，迄就是无咧惊啦，你知影？外口一点讲，你们都在这违反侦查不公开，我搁继续来，吼。一般来讲吼，互人讲到这，你嘛较收敛呢。无嘛，我继续来不要紧，我继续来，无你要安怎？我就是安尼。嘛查过呢，讲哦，这查过5个记者叫来一抓，啊就讲我拢无，拢无继续放，靠人安尼对无？我这个代志即嘛是安尼讲，柯文哲有罪甲无罪，甲伊应该爱继续安怎就安怎。吼，这两回事啦。两回事。吼，伊可能尾也是有罪，也毋过你即马检察官伫接押这手段歹看嘛。啊，你今仔检察官论坛嘛出来讲嘛，你即马伤害是规检察官的威信嘛，对无？你即马你侦查了啊，你讲你一定有后的必要，吼。啊，我就今个出一个林炳文的代志啊。好，给他大条啊！你也没有限制他，也没有电子监控，然后就出去啊，所以搁呛声。你即摆要阿伊到底是理由是讲伊的逃亡，还是伊的串供？两个，一个讲犯罪嫌疑重大，一个叫做有逃亡之能力甲资历。比如说检察官最后法官的裁定，迄物件，高院最后驳回迄物件，你讲。啊，即马网络遮发达的，我完全我就无法度，吼，防止你串供。安尼，这安尼讲起来，就每一个人拢会当串供啊。就讲你即马是讲你的比例原则啦，吼，你即马讲伊的投文，你是不是没有手段？这个是不是没有手段去做？必须要限制，吼，啊，只能够这样子压起来，其他都没有别的办法，吼，啊，也是讲。以他的串供，好，每个人都有串供的可能。要不过你最后手段跟比例有没有合理？一般民众看到的是讲，你三届讲一个代志，对不？3届决定拢无共款，你这就伤害害家己嘛。但是我真正，咱来讲哦，郑文灿哦，伊嘛是3届，结果嘛是用压起来。不是啊，伊迄。应该安尼讲啦吼，你郑文灿迄阵是要起诉，是要起诉嘛，对不？吼，你即马起诉是要侦查了嘛，对不？你这是已经起诉啊，吼，你侦查都已经结束了，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证据做出3个不同的判决，那时候不是嘛？郑文灿那时候是我提较侪物件互你看嘛，对不？所以这两个状况无共款，而且在院方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无共款，所以阮才无啥律师，你感觉咧？这第一，他侦查不公开，媒体安尼一直有物件通好提，这检方是不是爱负责？应该爱检讨嘛。检察官论坛内面嘛有人安尼讲啊，伤害着啊，这个检方的这威信，这第一、第二，这羁押到底是有正当性无？我所补充一下吼，这规个案件吼，第一点咱即马真侪做评断，依照这个起诉书落去看吼，但是咱所了解起诉书是190页，是无完全吼。我所听的啦，800几页，佫证据我敢若电视翕的足大片，所以咱真侪咧判断的时阵是以咱所知的片段，到底咱这案件，比如讲。咱讲这案件起诉了证据充分，还是无充分？实际上，咱即摆所讲的人，咱拢无去看这内底这物件。800几页。你无看了后，阮也知内底是充分还是无充分，咱拢是用药的。吼，所以咱依照法律来讲当然这案件咱认为讲在这个侦查中，为什么媒体有
真侪消息了解吼。当然是认为讲这是毋是违反讲这个真实不公开议律，那么是希望讲有关单位爱去做一个检查。是，在你的经验来看，这样泄露这是正常啊，无正常啊？照你讲是拢无这个无安尼，啊当然因为这个案件较特别吼，啊当然是毋是安尼，但是我在咱来讲这个积压的代志吼。我看过讲，咱之前咱拢总迄个地有3届的即个裁定吼，前2届是讲无要积压，无要收押，第3届。但是你详细去来看理由，第1届、第2届、第3届，伊拢认为讲，第一点，即个犯罪的嫌疑足大；第二，这拢会逃亡，拢逃亡的几率吼。是这种3届的理由拢安尼，差别是讲，第1届伊认为讲。啊！但是认为你逃亡，所以我用3000万，啊你压咧，你应该就袂走啊。吼，结果当然检察官控告去甲高院，高院第1届也驳回是讲，人咧讲你讲3000万就袂，你压3000万伊就袂走，这依据咧倒位？伊所犯的遮大条，啊加3000万袂走的原因是咧倒位？啊你要确定讲伊袂走，是讲伊写了无清楚，所以发回的时阵第2届。伊共款以7000万投保时阵吼，前后用一个电子迄个证来讲，伊完咧伊就袂走嘛吼。啊，但是伊安尼做时阵嘛讲，即个案件有收押的原因吼，所以有可能有逃亡，啊有动罪，啊有会可能去串证，这嘛是拢有。只是伊认为讲我用即个方式吼。啊！你用这个靠着你就袂走啊！吼！啊你但是我禁止你讲你袂使甲这证人吼，这个见面吼，也是讲，但是工作以外无问题吼，啊，就做一个裁定。结果检察官去控告的时阵，高院发落来原因真单纯的讲，你安尼做的时阵，你要安怎讲证明讲第一点，你讲卖这个被告袂甲说甲这证人来做见面啦，是往来，但是工作上生活上会使。你这个例外的这个范围是偌宽，无清楚。因为我工作就在遮嘛，你讲你个工作之内拢会使见面，但以外袂使。这个范围你也讲不清楚。但是我24点钟，我逐分钟我要甲你报告。啊，所以高院的认定是安尼，再来就讲，咱即摆来讲迄个，咱即摆迄个迄个做者通讯软体真济，你要去预防讲伊无法度去做迄个勾串，所以用这个原因发回来，咱这个第一。所以第二法官、平面这法官为啥伊做无共？即个咱讲，我讲这个证据，我考试单，我写一届去，人老师讲你写了唔对，发回来，啊，我搁保证嘛。第二届去，你讲写了唔对，啊，伊过来你讲你安尼写，哦，你讲你这个，你当初你要处理咩啦？证明讲伊袂去做这个串证的代志，你爱去说明嘛。所以第二我所看是讲，伊后壁讲啊，我因为政治的利益，你塔定了安尼指示，啊，但是我嘛无法度讲有啥物方式。禁止你无去去做串证啊，所以我甲阿你做一个收押的动作嘛。所以你讲伊前后的立场有变无？当然，同款的物件，伊在认定这个事实是同款。认为法官的立场一直都无变。伊的要求是安尼啊，但是伊你去高院，同款另外3个高院法官，因为2届啊发回拢是无同款的法官。伊认为讲你这第一，你当作做这个裁定的所以上后要判断讲，那个压起来迄个法官是心累。你敢有同意？嘛，上问就讲，伊在这个比例原则的之下，伊有法度讲预防讲，这个被告处理袂甲人做串证无？伊也无法度预防的时阵，我就心累。啊，伊就可能无法，包括讲伊要禁止讲伊袂使甲这个其他证人来往哦，也是讲这公务时，伊迄个范围可能无法度限制甲证明。但是即马是这什么社会，这是所谓通信的物件，实在是。哇！这当时你这辈无所不及咧。是。不过我是感觉内面一个，我较无法度理解，就是开直播。开直播吼，我会当讲我的吼，啊后下骹有咧甲你写批信，啊我甲你讲啥物安尼，我毋知杨老师安怎看待讲，这理由是理由，但是你还佫开直播，我讲一个较白的，就是。我叫你转去，你就要较避秋的。你哪会安尼佫讲，好，我甲你压起来，敢是安尼？我是较消人，甲安尼
甲安尼想啦。我相信这开直播这个现象，唔是讲要收押的理由啦。大多啊林律师讲的，嘛是证据的这收集的问题啊，嘛是惊伊去甲人串供啊。后来你要去做直播，你要去到处去申冤，迄是领导的代志嘛，迄是一个董事人的这个权利嘛，对不？伊会使寻求任何的这个可能的这个方式手段，看会使甲减伊家己的迄个刑责袂嘛，所以我感觉这毋是讲这法官要做这判断的原因啦。啊，我要讲，咱大家拢看同款的画面吼，咱理解的方向敢若拢无同款吼。但拄啊林律师讲的。讲哇，安尼800几啊，咱咧这个真侪代志咱无了解，吼，所以咱唔通讲去安尼去判断讲，啊，这法官收押这人唔对。我看是吼另外一个方向啦。我看是讲，啊，你著800几啊，你的这个起诉书拢写800几啊，你有啥物代志无了解？啊，你既然你这8项代志拢知啊，啊，你现在要搁收押这个人，啊，你著违反人权啊嘛。美国宪法内底有规定哦。即你若要甲这人起诉，你袂使我收押哦，你袂使要求收权的保释金哦，因为在美国人的这人权的这观点来看，吼，你这犯人你虽然有罪，那毋过我都要互你自由的空间，吼，会使来辩护你家己的这个事件，吼对，吼，所以袂使一定甲，你甲压起啊，伊无法度去甲外口律师去做真充分的这个意见的交换，下摆伊若去出庭的时阵。伊要哪讲，对吧？伊要哪讲，伊一定在沟通上一定有问题嘛，哦，所以你就讲，哦，律师会使去律见来讲啦，哦，啊，你踮咧这种叫看守所内底安尼甲律师讨论，总是比踮咧外口踮咧家己人客厅内底会使较放松，哦，会使甲律师来讨论这案件，这情况当然就无共款嘛。所以咱按这人权的这个观点来看，你既然已经起诉，你起诉书已经写800几啊。你有啥物证据？你唔知，你一定踮咧起诉书内底，一定有这个你的处理方式嘛。我头壳洗转来安尼，这被安怎判断呢？蔡老师，你认为呢？其实是安尼啊，就讲被告伊无法度家己去证明讲家己有罪啊，这是咱的宪法的规定。啊，但是检察官要查这件案件的时阵，就是讲伊拢无爱讲嘛，伊拢讲我唔知，我拢底车。啊，变做伊即马放伊出去了。伊利用公开的这个媒体，吼，有可能伊就讲啊，我来塞一个啥物物件，吼，啊，这个物件大家就斗好，吼，过去伊就捌曾经就是捌安尼啦，伊是讲塞互这个副市长啦，吼，啊，这个强势的，吼，啊，这所以叫我毋是我决定的，吼，啊，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讲，伊有迄个影响力无？因为咱的法官爱看的是讲，伊有迄个实际的影响力无？伊出去了，伊有法度影响到这证人。结果来嘛是讲反口径咧，哦，我想法官嘛会看，律师伫遮应该拢做清楚的。这甲人权无关系啊，因为司法要办的意思就是讲，透过这个手段，吼，以后的听词证据，甲我都摕出来啊。这甲人权无关系。除非讲检察官用不正的手段去甲威胁，吼，去甲用，意思讲吼，你着爱讲哦，你着爱迄落，啊无我会大家安怎，吼，迄袂使，吼，咱法律是规定是安尼。因为所有的法律就是，一旦去用掠去，一定爱24点钟送法院嘛。什么意思？这是人身保护状啊。但是袂代表讲，哦，我袂当甲你压，因为我若袂当甲你压的话，我无法度去查遐个证据啊。吼，啊，当然大家就讲啊，这交人权有关系，其实交人权无关系啊。哦，因为咱的法律拢规定较足清楚。啊，若安尼的话，足简单的嘛，就全世界拢无这个制度就好啊。因为啊，就拢毋免压。吼，其实毋是安尼啦，吼，我看法律的解说毋是安尼啦，吼，啊，律师就已经有接见啦，吼，因为就是讲伊压力内底嘛是律师会当交，伊的亲人袂使嘛，但是伊出来，包括因太太嘛有可能是其中重要的证人，嘛有可能是被告咧，吼，所以我要讲的意思，这个案件当然有较复杂，吼，啊，当然你会当怪讲吼，啊，又泄露互记者。啊，话记者就讲啊，安尼以后我拢莫去访问啊啦，我嘛毋免访问啊。啊嘛袂使安尼讲啊。无，因的意思是安尼啦，吼，我的意思毋是讲安尼对甲毋对啦，我的意思就是讲，无应该泄露，因为是安那要保护被告啦。这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是要保护被告，因为惊讲到时以后伊若无罪咧，你直接讲到一大堆，结果伊无罪啊。但老师，你敢有同意讲杨老师所讲啊800几啊，内面该写该查的拢查着啊，啊甚至查到伊有通写。写无法度查的所在就写
在某时阵呐，吼，在迄天的某时，我唔知影几点几分，但是我知影伊有去提，有去转这个汇款，安尼。是，这算做有查啊真焦无。这是难度就是遮啊，但是就是讲，伊若有刑求，吼，啊若有羁约，吼，啊若有讲吼有收到200几万呢，这咱间接证明讲伊有收到钱嘛，啊伊摕到这道理的部分，我讲吼，要查到讲啊无金两个伫遐咧交钱，我咧甲翕起来啊讲，互法官看，哦，这我看讲这足难的啦，啊当然。咱讲啊，检察官你是毋是啊查较清楚？对一工几点几分千几万你摕到？老师，这就敢若老师学生咧考试共款啊，时间之内1点钟，大家考卷大家拢共款咧写，比时间到卷，不管你是有写完无写完，是毋是安尼？还是讲无？我还未查完，我搁甲你继续羁押两个月，搁羁押2个月，我还未查完。我未查完都未当起诉，起诉是毋是表示讲我已经拢查完？但是有定一个时间，就是伫互相会当辩论的迄个所在会进行，就爱查了啦。吼，啊，即马这个时间就是讲，换伊会交互诘问啦，吼，就互相讲啊来问到底是安怎？这个时间进行啦，吼，这律师应该做清楚。我先互律师来讲一个，他做我的问题就是讲，我都交卷啊。我已经交卷查完起诉啊，佫羁押的理由就是讲你涉嫌重大，头律师也讲，你会走，你担保安怎啊？我譬如讲，你可能有贪污200亿，我佫甲你担保2亿，安尼会使袂？所以咱咧讲收押这个证据，甲要判断这个有罪证据，这是2回事。哦，如果讲2个标准是共款，那收押就代表有罪啊嘛。对啊。这是2回事。收押的主要的原因是认为讲，我要保证在我临港审判的时阵，那我得完整讲进行证据完在，人未走，到时判落，人有法度做一个处罚，咱是咧保持这嘛。所以真侪收押的后壁判无罪嘛有啊，嘛有迄个无收押的后壁判有罪。所以收押心理是讲。以我目前的证据来讲，这个人、这个案件在这个时阵，我有需要用这个收押、这个上后边手段，保证讲临港这个案件我都顺利进行无。所以当然老师咧讲，起诉书写足侪，当然，但是咱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讲，人情来讲，这个证人在审判以我所讲的。我做传闻证据，原则上，我想原则上爱在法庭中人个交互落去问了后，迄个有一个证据力。另外，当然咧检察官面头前所讲是有力，所以有诶希望讲，因为我这个证据无正式入这个法庭中来做一个对质的动作，所以希望讲卖让这个被告处理去污染嘛，是讲去做串证，所以伊嘛讲希望讲，等到这个交结婚该当问了后，要放。再来放。当然，老师咧讲的讲，收押这当然是对人权一个伤害。因还未做嘛，但是这是一个这个制度本来，因为咱咧讲无罪推定嘛，我还未判决你前拢无罪，但是就是讲，这在这个分量之间，到底要怎做一个保障？我比如安尼讲，我今仔咧现场，比方犯罪，但是我未判决以前嘛是无罪啊。你要帮我转去，虽然恁大家拢看到。但是还未审判咧，我嘛是无罪。这个时阵我有可能走，你要收啊，无啊收啊。这就是一个分量，所以我讲这是一个衡量嘛。所以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哈。所以所有的犯罪者拢有可能要走啦，对不？下面人爱用掠入去关的，哈。那不过你来看这对象，今仔日对象是柯文哲，一个政治，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政治人物，这款人。咱凭良心讲啦，较唔敢走啦，较袂走啦，哦，伊个政治事业伊安尼走啊，规个民众党都废去啊，对，都废去啊，哦，所以这条件就较无存在了。啊，伊既然袂走，啊，你有啥物理由一定爱甲羁押？哦，啊，你该查4个月，啥物拢查袂出来，你搁起诉？啊，咱袂记哦，啊，当然伊有勾串
证词有可能，他是理性嘛，对吧？每一个人拢希望我家己在脱罪嘛，哦，伊一定会去甲相关人去做勾传，这一定会嘛。咱唔通袂记哦，咱踮咧这个法庭内底，法官有一个真厉害的武器，叫自由心证啊。啊，你头下本来讲安尼，啊，你即摆翻过来翻口径，啊，到底倒一项你讲的是真正？那法官会使做一个判断嘛？啊，伊做法官伊安尼经历个几落百件案件，做法官做10几年啊，这一般的判断力应该是有嘛。所以我是无咧担心讲这个人出去去甲人勾串，然后去讲，咱若污染，啥物你讲啥物去上直播啦，这本来你若法律无禁止，啊你用这条要甲修啊，咱嘛讲袂过去啊。是，但是吼，我搁想着讲一吼要定高机，国民党哦，所以讲我精神上来支持啊。你司法不公精神上，但是我突然间想到，国民党真侪人拢叫人起诉咧，应该因嘛爱来抗议讲这司法不公啊，还是讲因认为这司法是公平？我想咧讲啦，就是讲，伊即摆检察官，即摆法官吼，甲接押这条件吼，拄仔老师讲的，每一个人拢可能逃亡，吼，拢可能串供，吼。要毋过你即摆是讲，你即摆按照柯文哲这个标准的话，吼，应该每一个嫌犯都要羁押，而且算应该有史以来上严的啦，对不？伊哪有可能逃亡？啊，都一个，顶届周玉蔻迄当半嘛讲伊特别逃亡，啊一年半有什么好逃亡的，对不对？就说你要无限上纲上去的话，每一个都有可能，每一个都要相同的标准啊。这个以这是上严的啦，吼。啊，我嘛讲，你像讲今走的林炳文，对不？300万伊就交保啊，也没有电子脚镣，上面都无，对不？啊，结果走啊，啊，你讲伊迄个没有，他没有逃亡，没有穿供之余吗？他逃亡穿供之余比柯文哲较悬啊，啊，人走啊，新北地院那即嘛，唔知要讲啥？啊，你一般民众无咧看起诉书的时阵，伊就讲这两个哪会差遮济，对不？啊，我就问讲，你即马检察官讲一定要被你到底是因为伊要逃亡，还是伊要串供？吼，也是讲你讲我有代志无查清楚，还是讲我一定就是爱压伊？这个我讲比例原则嘛，你这无得看袂出来嘛？你讲法官讲我就是要压，吼啊，我就讲，那是今仔日那是没有接押的时阵，敢有这意义？无啊。对不？就没有政治操作的空间嘛。起码政治操作的空间是北检家己悟出来的嘛。你说他这个接押的必要，跟对你的审判有很大的差别，我是不相信。好，我不是讲柯文哲无罪哦，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讲你这羁押的必要啊，跟你不付出司法的威信跟为了政治的代价，刚有好。所以，何志你的意思是讲，是检察官一再控告。我讲嘛，你起码你头前办案是法官心累，不是你办案就办干密茂啊，对不？一方面让司法的威信没有，你现后面让他觉得我非要压他不可，所以才会有政治操作的空间嘛。所以我管你的规矩，你就放等去，你想要上后尾我就看无啊，同样的嘛，就是说你说国民党有没有要挺柯？好，国民党会觉得柯文哲清白的吗？没吧。要不讲你即摆到遮，你拄仔讲的啊，我家己几啊个我无挑出来啊，吼。要不讲你即摆逼到安尼时阵，我无站啥袂使啊，吼。伊毋是讲，伊毋是讲，因为朱立伦是无讲我要告场啦，对不？伊讲我精神上支持啦。对啊，就是安尼嘛，我就即摆讲你比讲蓝白对抗到安尼时阵，我无所在通徛嘛。吼，我要徛边仔看讲，我拢无爱期待。无可能嘛，所以讲我想要先徛你这边啊，顺法尾啊有罪甲无罪，迄到时搁讲。就讲这个，我觉得这个政治操作的空间，就拄仔杨老师话讲啊，就讲你司法在碰到一些特殊的问题时，你本来就要较小心的啦。啊，结果你唔是嘛，你比办一般人搁较粗鲁嘛，对不？啊，你政治上面当然就会有反弹嘛。爱较小心哦，但是一司法一体吼，咱那检调一体，那真
真歹讲，我人遮济，检察官遮济，我有通每一个出库徛，甲你讲，即个林炳文你毋通甲放弃哦，你哪安尼300万就甲放弃？嘛无共一个检察官啊，我嘛无法度甲讲啊清楚啊。但是即个物件你着爱，咱咧华语讲咧概括承受啊，变做讲检调拢爱概括承受啊。即我要请教着蔡老师吼，但是论着即个情形，赖总统变做讲变做有赖总统的代志呢，巩固权力核心，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呢？对嘛？伊这个逻辑伫对，你感觉是讲，伊要交伊定高机嘛，定高机这单位意思就是要拖度啊，拖度的意思讲我交你对决啦，但是司法毋是赖总统一个人，袂说讲那就伊开的，因的意思系啊，其实伊个闹遐侪人，佮讲话做定高机，表示伊对这个台语的意思伊无了解啊。伊定高机的意思就是讲，我要甲你对决嘛。问题是即摆伫法院遐，你爱甲法官讲，到底谁爱甲你放？你放出迄礼拜你做啥物代志？法官嘛会看啊。你是毋是惊遐证人见面？逃亡，伊这法律的规定是逃亡之余哦，意思就是讲有可能性啦。但毋是讲已经机票买好啊。安尼当然，迄就是会当证明讲伊安尼嘛。但是伊是逃亡的可能性。但是审查这个条件，毋是干那看逃亡啦，伊迄历史里遮要3、4个条件夹起来啦，伊迄做合并的条件啦，我讲啊，伊就是今仔日出去，那今仔拢无去交人见面的话，法官有可能感觉讲，你事实上有可能无这个问题。那你出去，去交遐证人见面，大家要来斗下圆、烧圆也变的时阵，当然法官会感觉讲安尼我可能我当时甲你规定迄无够严格工课你去做的时阵嘛是发挥你的影响力啦因为这个案件特别特殊啦当然伊有可能会当有可能压到这个头律师讲的压到迄个时间因为有的人压到愈啊久啦，你知无？压到愈啊久啦当然我感觉是安尼，那到一个程度，伊感觉会使咱嘛是尊重法官的决定啦逐项代志拢要甲是讲这拢政治的，你颠倒法官感觉讲我都交政治都无关系，恁大家拢讲我交政治有关系，无你有证据啊，你提证据出来，讲因为我是某一党的法官所以我判安尼判，是我听到顶悬的指示，我安尼判，拢无证据嘛，你无证据的话，袂当我白讲袂当我白讲，可怕的所在就在你遮啦。咱无证据啊！大家拢在摇啊！啥物叫定高机？定高机拢乌道的咧相拍，比如你叫细汉来弄我的这店面，我找无人你叫拢下骹拢细汉的。老师真了解。所以我就去乌道的这甲头因厝头前讲，你出来，你甲我出来，叫小伙的出来。即马民众党伊即马操作的方向就是安尼嘛，伊即马要操作这个舆论讲这必后咧指示即款代志咧，去要求即我检察官去做这安尼无合理的这指啊，是赖总统，所以伊讲定高机即要法讲你有人做你敢出来，你老大你敢出来，所以这就是政治操作嘛，对吧？老总统当然不爱插伊啊，对吧？那算了插伊，就敢若咧负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声势啊。但是老师，我即马佫无听到讲郭文铁想要来控告呢。跟这个群众运动已经无关系啊！伊即马人踮内底，伊哪有迄咯，对无？无，伊佫来控告看卖啊！看会当出来袂啊？伊就看这警察安怎发展啊？无爱控告呢？就看这警察安怎发展啊？老师，你感觉讲郭文铁家己有心外头咧想讲？我就规去米的内面，我就规去，互这个政治的这个火焰会继续烧落去安尼。当然伊有可能安尼啊，有希望安尼啊，有可能啊，就敢若川普共款的啊，就川普70几条案件踮咧这个检察署，伊嘛是用这个方法啊，伊就讲这都种政治迫害，这拢要害我，要影响咱美国的这进步，安怎讲啊一大堆，结果伊成功啊，对无？高文铁会成功袂成功，咱唔知，咱个变看啊。你这边，律师你看。我也是讲，司法要进步要公正，首先是政治咱莫落去做干涉。首先来讲，就这个个案到底这个收押对啊唔对，
当然咱有这个裁定书，应该在法庭上，比如讲你也认为讲即马第三届裁定还佫唔对，当然你经历控告，你所认为这个裁定唔对的所在，用你的专业法律知识来控告讲，你这个裁定是唔对的，这是讲个案还个案。你若讲认为讲这规个收押制度侵犯人权，包括这要件收严，咱是应该在立法院讲，咱免修改，这收押制度有法度减轻对人权的迫害，而唔是讲这个个案咱敢若用游行的方式，凊彩找一个人方伊来负责，咱就这有法度来处理。如果讲今仔伊，比如讲甲某人讲所谓定高机，伊有法度处理，表示啥？司法在伊讲的，就是有法度有人为来干涉嘛。你既然认为人为莫干涉，你搁叫一个人去来处理，难道讲你啊一个领导者落去讲，来倒一个案件该当安怎处理？这个案件莫收押，还是这个案件爱收押？所有案件拢看过一届，倒一个押，倒一个免押。你应该是由每一个案件，由个别的法官、检察官依照伊的专业知识，依照伊的证据来审判，审着讲该押不该押来做审判，毋是讲怎大人拢闹人去讲，这个物件是司法不公。收押这个物件到底对啊毋对？其裁定书出来，敢若嘛无看到讲因经理讲倒几点写了不足，咱来改啊，甲凊彩做成讲这个人爱负责。我安尼讲不管你叫什么人爱负责，证据咧倒位？你要求人要判这个人收押这个人爱证据，你要指责另外一个人，你敢免证据？伊是用民调啦。这如果用民调，我就证据，但咱来民调，讲这个人有做无做就好啊嘛。这伊用民调，所以民调咪是代表讲一个事实，甲来讲民调，尤其为啥讲咱这个司法，咱莫讲用这个政治来做应用，包括讲我印象中较早有一个嘛是共款民调针对讲这法官咧做民调讲，法官来讲，你即摆咧审判案件的时阵，你会受媒体来做影响无？大法官家己自评嘛大人讲我审判案件，我拢做中立的，袂受媒体来影响。大人我袂，但是第二个问题是啥？你认为你的同事审判案件会受媒体的影响无？会，拢会。所以我拢想讲，就别人拢会。实际上，你安怎看别人，别人安怎看你。所以咱认为讲要公正，咱尽量莫有这个舆论，莫有这个政治来做这个控制，来做这个操纵。司法的问题，咱就来司法好好来做一个审理。立法不足，咱安尼来改善立法；个案倒位不足，咱来个案，咱请一个律师来尽量做一个发挥，毋是讲诉求这个民众。你查讲这个测验真趣味呢我家己袂受媒体的影响，别人会受媒体的影响，同款。是。我家己袂受政治的影响，但是别人会受政治的影响。所以咱希望讲尽量，所以目前所做的实际上。你诉求媒体、诉求这个群众，甚至讲要做审判，真堆人咧外口围，这敢毋是咧影响？咱希望咱莫影响，实际上咱家己影响别人嘛。首先，我认为讲，咱若要公正，咱首先咱莫去影响别人嘛。这是司法的部分，但是我要请教何士即马黄大主席要开始要来做伊的这主席之路，但是立法院即马佫有常常。伊剩8席，而且2年你要搞完呢，刚才换起来，这对白这条件是啥物？刷来是毋是？因为我看这人是拿的是无一定要甲伊合作无一定要甲，因为嘛有一寡法案要行家己的路因是好奇好强我先讲一下啦，律师甲拄仔讲的就证明讲。法官嘛知影嘛，感觉政治有路用嘛，所以司法独立，所谓司法独立，政治不要影响司法，是一个理想嘛，不存在嘛。法官嘛讲我边仔这个无可能会受人影响嘛。你是洪国昌的时阵，你要安怎做？对不？我着你已经闹人来嘛，我已经闹人来嘛。柯文哲要不要抗告嘛？是同款嘛？看伊迄天人多人少嘛，对不？人那是小猫2、3次就免讲啊，就来会话。时间敢会过啊，律师？共一天啊。我唔知伊正式当时共一天啊。对啊。迄天那是讲我真济，我着搁控告啊，对不？你搁甲我继续啊，我的名气就愈悬嘛。
对不？民意搞收听的愈来愈多嘛。这本来就是安尼，对伊来讲，吼民众党唔敢讲柯文哲是无罪，吼讲这大家无爱信啦，吼。要毋过我即摆就甲你讲，你这司法就是好介入，对不？好的确，你法官你检察官在前面办案的时候，就是办的让人家很有话讲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我要去套说是政治介入的时候，我就真好讲啊，对不？无那已经到原来是民众党在讲，啊，尾啊进检已经大家都在讲啊，对不？就是讲大家觉得你这个瑕疵的确是存在的，啊，你讲继续来就是讲民众党今嘛就一项代志嘛。就是柯文哲这代志啊，因为所有的名气，基本上所有还 hold 得住、留得住的，拢是因为柯文哲嘛。好，所以我一定这代志我是绝对袂让放的啦。好，我那是洪国昌，我真正希望讲你搁继续啊。你我讲对不？第一柯文哲在内底我做老大，第二个吼民意反弹更大啊。不然为什么？你看最近民调，柯文哲。我要放出来，个压落，民众党的民调是有起来哦，原来是一直咯，我要是有起来，就是讲大家就是你司法家做个成效。你讲这，敢若因拢帮败呀呢，拢咧帮败呢，你愈讲愈好，这大家安尼愈来愈气安尼，愈甲压起来呢。这就事实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我是民众党。好，柯文哲压在里面，真的没有真正无关系啊，对不？啊无，我就来讲啊，柯文哲，迄阵我就讲柯文哲，你只要绑出来，大家派出力啦。吼，我大家都要柯文哲，那个案情有没有罪？柯文哲出来嘛是凶啊，啊最好是一天到晚看让人觉得说柯文哲你敢怎我就甲欺负啊，对不？啊就逼紧啊，啊我进动大当支持度大当。再能 keep 在那个地方，你讲要搁起来是我感觉困难啦。啊，2年条款我刚开始1年促销啦，吼，因为柯文哲以需要这政敌吼民众党作为他对抗司法的本钱嘛。哦，或许你惯先哦。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啊，所以讲我那换一批吼新的人吼，伊喺后壁的吼可配白的吼，不管是知名度啊是战力拢完全不如即马这白的啦。我那换这8个来讲吼，啊我就会花去啊，所以讲一定会促销啊，尾仔是讲我应该是讲柯文哲尾仔家己来讲这话啦。你讲个黄国昌讲，我家己搁要做2当歹看啦。哦，因为当初这代志柯文哲定的嘛，吼，可能嘛是讲柯文哲家己爱来解这个套啦。是啊，你讲啊未来蓝白合，即摆的状况就是讲啊。民众党互你压甲安尼啊吼，绿白对立成这样，伊走袂去嘛，吼啊国民党啊嘛只有徛了伊这边啊，所以短期内吼一般的代志吼，这2个一定徛做伙啦，吼啊可能爱那是有重大的分歧，可能会做家己，要么做家己不要紧嘛，因为你民众党8票弃权的时阵，嘛是国民党赢嘛，啊即摆就讲。尾啊，较晚2026的时阵吼，看迄阵吼，2边要提名啊，甲有法度讲有没有办法讲好啊？无那是无时阵，迄阵才出问题啦。曹老师是，司法甲你放出来的时阵，你讲足公正的啊，啊，甲你压入去讲吼，这司法不公啊，神也是你，鬼也是你啊，啊，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讲，因无一个可信啊，就是吼，对我有利，我就讲我有利。法官有裁定的理由啊，法官有裁判的理由啊。这理由你也感觉讲哦，啊，伊就枉法裁判，啊，当然大家当批评啦。但是啊，未伫这进行的时阵，唔通吼，袂晓筛船搁欠 K 啊，欠 K1 啊，袂晓收水搁欠 K 啊，什么意思？拢怪环境嘛，怪司法嘛。我足简单咧，哦，因为我讲吼，司法谁那调查拢会安尼，因为我若判输的人，拢讲这司法不公啦。啊，我若判赢的，哦，这司法这真公正。司法伊个问题就出伫遮，因为一定有一方最后伊判赢判输，嘿，一定是安尼嘛。啊，但是即摆来讲，遐输的人拢无认度啦。即讲我就是要讲较歹听的啊，就是要秉道啦。吼，因的逻辑就是要秉道。但照后期的讲啊，我就是要秉道嘛，啊，就是讲走这条路安尼啊。对，我意思就是安尼，啊，就是意思就是讲吼，因为无如意的结果，啊，所以规个拢甲你变，啊，用政治要去处理，我甲你讲，会愈烧愈严啦。
什么意思？我看到我这要来互我压力，吼，我甲你讲啦，伊迄个理由到时写出来，对于讲你感觉讲伊足含的啦，无迄种爱有理由的吼，历史里遮吼。是，杨老师。 这监察官咱都了解，监察官伊本来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一环呐，所以伊属在这个法务部下开啦，是，所以伊就受到这个行政体系的这节制啊。所以你监察官，你若讲一个代志，你直讲教练艺术吼，比如要收押这个人，直咧逼这法官去做裁定，吼，啊，大家都想讲，这后边一定是政治势力在咩在运作的嘛。上无是检察总长，就是啊啦，可能讲后边，所以。 民众都唔知发出讲定高机嘛，就讲你后边迄大出来讲啊，对，啊你代志就愈闹愈大嘛，啊你民进党嘛是无够聪明，你若照这款情势，你应该主动去甲这个民众党哦去做一寡沟通嘛，啊做一。